请。小义公了好。我搞心啊！迄厝啊，从安尼乱七八糟，啊，就好你家在，你母啊，吼，足久来足拍拼的，气死我！安尼每工听甲要死，真正是。叮当叮当，哎妈，阮倒来啊！阮倒来啊！我带两个女同学。哦，阿姨好，妈你好，阿妹啦，阿姨你好啦。啥物时阵你叫我妈妈？无啦，阿我就妹啦。是第一摆看到你吼，我就感觉就有亲切感的呢。哎，哥你也哦，你是甲伊这种甲妈妈共款的。哦是哦，有啦，有是咱兜的啦，有啦。啊，你安尼带你去好好处理，啊不是啦，你送我佚佗一下啦吼，应该人去佚佗。咱来去阮爸的房间，食金蕉唱歌，食金蕉，啊，实在是哦，啊，饲这我婴啊，啊，真忝啦，哎呦喂，啊，我有锁匙，搁试电铃。阿妹啊，你转来啊哦，哎啦来啦来啦，西装来啦，我来脱。哎呦，我哎呢呦，来，规工哦好，我够忝的啦，阮咧头家啊，干嘛做头家咧？安尼，规工啊啰里啰嗦念规工安尼，我到即摆连食饭都无，有够烦，等下厝的真好。要是安尼，你人无爽快啊？要钱嘛啦？我不是一个好的家哦，我嘛不是一个好的查某人啊。你再讲，哎，你家己吐着，我吐无啥起来。是什么代志啦？我哦，做一件足恐怖的代志。这恐怖的代志，有我伫那边惊，有比我较恐怖，我都不爱相信。你做你讲，天之下哦，袂生气哦。没？你讲，就是我甲你的弟撞坏去啊！你讲明明好你诶，是要安怎食饭啦？迄两支会使乌饭，两支会使较偏空。哇，你讲嘛对的不是啦，这小可代志，你嘛咧，哎，无诶，哦，是兄弟尔。十箱了，我嘛是甲拗落去。安尼啊。猪当然搁买就有啊嘛。哎呦，你若伫问村里遐有力就好啊！啊，无代志，所以你原谅我咯。哎呦，你小可代志尔嘛，莫哭。你是全世界上好的啊！安尼我甲你讲啦，即间哦，妈妈哦来咱兜啊住几工嘛，对无？啊，伊讲即摆是讲好，是恁妈妈，阮妈妈。阮妈妈，看身材你就知。阮妈妈哦来咱兜哦住几落工，啊，伊讲哦，想要去外口行行的啦，可能等下就转来啊，吼。嗯。外口可能咧试电铃。哦。应该是张灯。哦，厉害哦！妈妈，你转来啊！哎呦，你厝哦，哎呦，囝婿，嘿，啊你伫厝哦？我应该伫倒位。哎，查囝啊，我今仔日吼整理吼，我就要转来啊。哦，啊无，安尼你我先来先去啦。哦，洗洗手。啊母啊，即摆是安怎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你家己爬起来，我吐你爬起来。安怎啦？我做一件真恐怖的代志。好，有偌恐怖？你讲我听看卖好唔好？其实吼，我迄天用无代志啊，想讲吼要你家你的衫穿了水，所以我就去熨斗踮遐熨，结果无细伊，家你的困裤熨破一大坑啊啦！要求安那有来熨困裤的？啊，我是
阿母啊，无要紧啦，你裤子领无啥物话，搁买就好啊，吼。叫赛，你人有够好的啦！你是全世界上好的叫赛来抱一个。是啦，我可能规工拢无食物件啊，巴肚小可痛，我来。真欢喜，你是久无扭裤的。我有什么代志？我唔是一个好的家，我嘛唔是一个好的查某啦。我知，安怎？我家己爬起来，你歹甲我吐，我知。我做一件足恐怖的代志，你巴肚痛，啊，不过我袂记买卫生纸。哦，我卫生纸。啊你。阿母啊！我唔是一个好的丈夫，我嘛是一个真好的查某人。安怎啦？母啊！我嘛家己爬起来就好啊。什么什么？你买便所？对啊。阮祖囝无甲你买卫生纸，是我无教好伊。毋过我无说伊，甲马桶坐放去啊！阿母啊，你也莫艰苦，阮找马桶放过来便。啊，无你拢安怎便所？楼顶还有一间就好搞，我来楼顶个。楼顶已经嘛放去啊啦！什么？楼顶已经给放去啊？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我来外口公共便所安尼就好。哦，阿妹啊，你人真好，你是全世界上好的阿哎呀，是讲好家家。这阿母啊，今日就要转去啊，转去了，咱厝内面应该有恢复正常啊啦。吼。这是安怎啦？两个人做一件足恐怖的代志。阿母啊，安某诶，无卫生纸就算啦，马桶放的拢无要紧，即摆是个偌恐怖的代志，什么代志啦？就是我甲我的厝卖掉啊，我即马无法度转去啊。你有参加无？无伊卖啊，你无参加？无，你无签字？迄钱你摕一半，你搁无摕？我食去啊你。我两个食了啊。绝对母仔囝，真正是要害我狗行你骹尾。过第二句俗语，请了。你食啦？我来去便所好啦。我甲你救。啊，你嘛好，我要爬起来，对无？阿妹，我迄落卫生纸无买，厝诶无卫生纸。卫生纸呢，无要紧啦，卫生纸小可代志，迄卫生纸无要紧咧，迄凊彩就马桶是会放伊对无？你哪会知啊？知啦，无要紧，阮兜定定咧放。三楼的嘛放去啊。无要紧，我来外口公共便所就好。无代志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啊，你比如今仔要转去嘛吼，安尼应该出来就会恢复正常啊啦吼。你要甲厝卖掉嘛吼？丢啦，你嘛有份嘛我甲你讲，我知免讲，我拢了解，我已经调查好势，警察敲电话来讲，恁两个甲厝卖掉啊，所以你无要转去，对不对？你这对母仔真正是害我苦嘅，不是害我狗背上鸡哥尾，无啦，煞啦，煞啦，煞啦，哦，真快！一个烫口，一个烫口秀。要不要紧，迄个烫裤阮定咧做，烫就享受的吼，顺手的。迄是一回事，即摆要考试啊，嘿，多讲两句。哎呦，你母仔囝的行为害我狗行逆骹尾，
高行你卡高位，行你卡位，行烧。高家的。第一句哦，你这句话就是咧讲你哦。你要特别较拄啊，碰过你这像伫公车顶讲广告的感觉。迄是掠狗啦。第二句叫做高爬上鸡高尾，做迄个情形赞成第一句的，请举手。高行你卡位，高家你卡位，好来表示无正经。来，恁三个来，啱过来这边。恁多一组呢？我是啊，啊，所以恁三个是经迄个高高爬上鸡高尾，鸡哥位，鸡高尾。嘿，各位，我感觉就是爬石头的意思，就是软头深骨，对，太款。太款，太款，哎呦，软老师头深骨。第一句高行你卡尾，咱人是安尼哦，活的时候咱困的时候骹拢爱直直对不对？有敢若人跳起了后，迄骹自然的下垂落去，所以咱这骹下垂就像狗安尼，所以高行你卡尾，就是讲这人已经17两跳，已经死去啊，往生的意思。嘿，啊若高爬上鸡冠尾，伊尾鸡冠尾，这冠是文音嘛，啊若鼻音是干栏杆。栏杆较低，啊，鸡冠尾较悬。做办法的。啊，你爬到真崩啊，对，敢有所在通去？无啊。所以变做像布地内底讲，文太师行到绝龙岭，进无步，退无路。所以这对母仔囝一直甲碰过创空，所以碰过应该是陷入迄种困境，所以应该是高爬上鸡冠尾，才是正确的答案。我讲你啦，但是讲带几工你就高行你卡尾啦。嘿啊，搁大着带起意思对啊。好，两句拢了解意思，来破声过来。